仲記唔記得以前我哋仲讀緊書，或者啱啱出嚟做嘢嗰陣，30-40蚊就已經可以喺譚仔食到飽一飽，仲要加埋杯凍檸茶都唔使50蚊。嗰陣時嘅譚仔真係窮人恩物，係我哋呢啲基層市民嘅食堂。但係你有冇發覺，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去譚仔食碗麵，求其加2隻餸，再嗌杯嘢飲，埋單竟然要成70幾甚至80蚊。以前嗰種平靚正嘅感覺完全消失晒。最近仲要傳出話譚仔可能做唔住要退市，呢個消息一出，真係令到好多香港人跌到成地眼鏡。與此同時，喺旺角嘅街頭，竟然出現咗一啲內地落嚟嘅過江龍麵店，打住免費無限續麵嘅旗號，30幾蚊就有交易，搞到全場大排長龍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深度拆解一下，到底譚仔係點樣由神壇跌落嚟，而呢啲內地過江龍又係點樣喺旺角呢個核心地帶血洗本土品牌，令到香港網民紛紛喊住話，終於食到平靚正。講起譚仔，大家一定會諗起嗰種獨特嘅譚仔話，仲有嗰陣陣嘅麻辣香味。喺2017年嗰陣，日本嘅東利多控股用咗大約19億港幣收購咗譚仔同埋譚仔三哥，嗰時大家都覺得譚仔係香港之光，可以衝出香港去到全世界。但係到咗2024年、2025年呢2年，情況好似急轉直下。根據最新嘅財政報告，譚仔嘅母公司利潤跌得好犀利。點解會咁？其實最直接嘅原因就係貴。而家你去譚仔叫個過橋米線，分分鐘要成90幾蚊。如果你散叫，一碗湯底起步已經10幾20蚊，隨便加個豬肉、牛肉、麥丸，加埋就係60-70蚊。對於好多每日要食晏嘅打工仔嚟講，呢個價錢真係負擔好重。大家要明白，香港人其實好現實，我哋可以對一個品牌好忠誠，但前提係你要物有所值。當一份午餐嘅價錢去到70蚊，但我得到嘅服務同環境依然係嗰種逼逼仄仄，要同人搭台，仲要俾姐姐催埋單嘅待遇嗰陣，大家就會開始諗，到底值唔值得？尤其係喺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下，大家嘅荷包都縮咗水，每一分錢都要計到盡。就喺譚仔苦苦掙扎嘅時候，旺角出現咗一個完全唔同嘅景象。如果你最近行過西洋菜南街或者通菜街，你會發現有幾間新開嘅內地連鎖麵店，門口排隊排到好似以前排隊買 iPhone 咁。呢啲店 sell 啲乜？佢哋最殺死人嘅一招就係免費任加。你冇聽錯，係30幾40蚊一碗麵，只要你食唔飽，佢哋可以無限次幫你加麵，甚至有啲連湯底都可以續。呢種做法簡直係將香港原有嘅飲食業生態完全打亂。網上面好多網民分享，話去呢啲過江龍店鋪食嘢，30幾蚊食到想嘔，啲味道仲要唔差，裝修仲要新淨。對比反譚仔嗰種加底要錢、改湯要錢、飲嘢要錢嘅模式，呢啲過江龍簡直係降維打擊。有網民就喺討論區度喊苦喊忽咁話，喺香港生活咗幾10年，終於食返一餐似樣嘅平靚正午餐，唔使再俾人當係水魚咁湯。呢句說話聽落好心酸，但亦都反映咗香港人對於目前高消費、低質素餐飲環境嘅一種無聲抗議。其實呢個現象背後反映咗一個好大嘅趨勢，就係北上消費嘅習慣已經由深圳蔓延返嚟香港。以前大家會喺禮拜6日去深圳食嘢，因為覺得嗰邊平。而家呢啲內地品牌直接喺香港插旗，佢哋背後有強大嘅供應鏈支持，可以用好低嘅成本攞到物資，加上佢哋嘅經營模式本來就係薄利多銷。相比之下，譚仔呢類已經品牌化，要向股東交代，要維持高利潤率嘅公司，就顯得好笨重，反應唔夠快。我哋再睇返譚仔嘅歷史，由當初譚氏家族分家，變成譚仔同三哥兩派，再到2017年被日資收購。嗰陣時收購價成19億，呢個數字喺當時係天文數字。收購之後，譚仔確實係擴張得好快，分店開到周圍都係，甚至仲去咗內地同新加坡開分店。但係盲目擴張嘅後果就係成本激增，加上2020年到2022年間嘅疫情影響，
雖然譚仔靠外賣撐住咗一段時間，但係復常之後，大家對餐飲嘅要求變咗。而家嘅香港人，一係就食得好精緻，一係就要求極致嘅性價比。譚仔而家夾喺中間，論精緻佢肯定唔係，論性價比佢又比唔到人，呢個就係佢最尷尬嘅地方。再加上以前譚仔嘅核心競爭力係嗰班阿姐，佢哋嘅親切感同埋獨特嘅服務風格係品牌嘅靈魂。但係收購之後，管理變咗企業化、標準化，以前嗰種人情味淡咗好多，反而變成咗一種機械式嘅運作。講返旺角嗰啲過江龍，點解佢哋可以做到咁平？除咗供應鏈優勢之外，仲有佢哋對流量嘅運用。佢哋明白喺旺角呢啲地方，有人流就有生意，寧願每碗麵賺少幾蚊，只要每日有幾百上千個人排隊，個營業額依然好可觀。而且佢哋好識玩社交媒體，小紅書、Instagram 上面周圍都係佢哋嘅打卡上，呢種營銷手法係傳統老牌子好難學到嘅。有啲老一輩嘅香港人可能會話，呢啲內地嘢食係咪真係安全？係咪真係好食？但事實勝於雄辯，排隊嘅人入面唔單止有後生仔，仲有好多中年人，甚至係長者。當一個70歲嘅阿伯都願意排半個鐘隊去食碗30幾蚊嘅任家麵嗰陣，你就知道呢個社會嘅經濟結構真係變緊。再講下個退市傳聞，雖然官方未必會咁快承認，但係從東利多嘅股價表現同埋對香港業務嘅描述入面，可以睇得出佢哋對香港市場嘅信心確實係動搖緊。如果一間上市公司嘅業務持續萎縮，利潤率不斷下降，退市或者私有化係一個好合理嘅商業決定。對於譚仔嚟講，呢個可能係一個重生嘅機會，因為唔使再為咗每季嘅業績報告而去壓榨成本或者加價。但對於消費者嚟講，呢個只係代表一個時代嘅終結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有一日香港街頭全部都係呢啲內地過江龍、譚仔、大快活、大家樂呢類我哋由細食到大嘅本土快餐店慢慢消失，香港仲係唔係我哋熟悉嘅香港？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深思嘅問題。有人覺得呢個係進步，因為競爭帶嚟咗更平嘅嘢食，但亦有人覺得係一種入侵，令到香港嘅特色慢慢磨滅。但係講到尾，市場係最誠實嘅。如果你收人70蚊，但係俾唔到相應嘅價值，人哋就會用腳投票。旺角嗰啲大排長龍嘅景象，正正係對香港本地餐飲業嘅一個巨大警號。唔好再以為靠住個名氣就可以一直食老本。以前2000幾年、2010幾年嗰套已經行唔通㗎啦。而家係2026年，消費者要嘅係真真正正嘅平靚正。有一位網民喺討論區嘅留言令我印象好深刻，佢話以前去譚仔係因為冇錢，而家去譚仔係因為要扮有錢。呢句雖然係講笑，但聽落真係好諷刺。當食一碗米線都變成一種負擔嘅時候，就係個品牌出咗問題。而呢啲過江龍正正係找準咗呢個空隙，用最原始、最直接嘅方式量大管飽、價格親民嚟贏取香港人嘅心。我亦都去過其中一間喺旺角好出名嘅過江龍試食過，38蚊一碗豬骨湯麵，個湯底濃郁到不得了。雖然知佢可能係用湯粉沖出嚟，但係味道確實係好過好多連鎖店。最重要係，當個店員好熱情咁問你，靚仔，使唔使加麵？免費㗎。嗰種感覺真係好耐冇喺香港嘅連鎖餐廳感受到。香港嘅餐飲業好多時都係因為租金同人工太貴，搞到啲老闆變到好計較，加一羹辣椒油都要收錢，加底要加10蚊。當呢種計較去到一個臨界點，消費者就會覺得好攰。所以譚仔而家面對嘅唔單止係業績退步嘅問題，而係成個品牌定位同埋市場環境嘅劇變。如果佢哋唔能夠喺短時間內重新揾返嗰種平民食堂嘅感覺，或者揾到一個更有效嘅成本控制方法，咁退市可能只係第一步，之後可能真係會慢慢淡出香港人嘅視線。而對於我哋呢啲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最關心嘅依然係聽日食乜嘢。
如果旺角有30幾蚊嘅平靚正，我哋點解要走去食70幾蚊嘅譚仔？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數學題。網民嘅哭訴其實係一種宣洩，宣洩咁多年嚟對香港高物價、低質素服務嘅不滿。呢場由旺角開始嘅飲食革命，相信會持續一段好長嘅時間。有人可能會擔心，呢啲過江龍會唔會好似以前嗰啲潮流嘢咁，開咗1-2年就倒閉？確實有呢個可能，但係喺佢哋倒閉之前，佢哋已經將香港嘅餐飲市場洗咗一次牌。佢哋迫使本地品牌要去諗點樣生存，點樣提高競爭力。呢種良性或者惡性嘅競爭，最終獲益嘅依然係消費者。其實譚仔嘅故事亦都係香港好多老牌子嘅縮影。喺時代嘅洪流入面，如果你唔識得變通，如果你唔識得體恤消費者嘅購買力，你就會被淘汰。2026年嘅香港，雖然租金依然係咁貴，雖然人工依然係咁高，但係只要你有心去做，只要你肯讓利俾消費者，依然係有生機嘅。旺角嗰啲長龍就係最好嘅證明。最後我想講，無論係譚仔定係過江龍，最緊要嘅係要對得住個良心。食物嘅質素要過關，價錢要合理。香港人唔係唔肯使錢，我哋只係唔想做老襯。希望喺未來，我哋唔單止喺旺角可以食到平靚正，而係全香港嘅餐飲業都可以揾到一個平衡點，令到大家都可以開開心心、飽飽咁食餐飯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又點睇譚仔而家呢個處境呢？你覺得佢仲有冇得救？定係你已經轉咗會，去咗食嗰啲內地過江龍？如果你係譚仔嘅老闆，你會用乜嘢方法嚟挽回香港人嘅心？係減價？定係推出更多新口味？定係索性轉型？其實我最近仲留意到一個現象，唔單止係麵店，連一啲內地嘅奶茶店、串燒店都紛紛喺香港開分店。呢種全方位嘅競爭，真係令到本地商戶好大壓力。但正如我頭先所講，競爭先會有進步。如果唔係呢啲過江龍，可能我哋仲要食緊50蚊一杯嘅平庸珍珠奶茶，或者70蚊一碗嘅普通米線。我諗返起10幾年前，譚仔啱啱開始紅嗰陣，大家係幾咁興奮可以食到麻辣米線。嗰陣時嘅譚仔，代表住一種新嘅飲食文化，一種屬於香港人嘅味道。希望譚仔可以揾返嗰份初心，唔好真係淪落到要黯然退市。畢竟佢都承載咗我哋好多人嘅青春回憶。不過現實係殘酷嘅，生意就係生意，當利潤支撐唔到營運，當消費者唔再買賬，任何情懷都係廢話。我哋可以對一個品牌有感情，但唔可以盲目。如果有一間店可以提供更好、更平嘅食物，我哋就應該支持。呢個就係市場經濟嘅魅力所在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最近喺旺角發現咗啲乜嘢新奇好食，又係平靚正嘅餐廳，記得要去試下，亦都可以同身邊嘅朋友分享。喺呢個艱難嘅時期，大家互相幫助，揾到最好嘅生活方式，先係最重要。希望下次我哋再傾嘅時候，係聽到香港餐飲業有新嘅突破，而唔係邊間老牌子又要倒閉嘅消息。我再補充少少關於免費任加呢個策略。其實喺內地，呢種經營模式已經行咗好多年。由以前嘅蘭州拉麵，到而家嘅各種新派連鎖，佢哋深知中國人對飽嘅執着。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、壓力咁大嘅地方，能夠有一餐飯係可以讓你無後顧之憂咁食到飽，其實係一種心靈上嘅慰藉。呢種情緒價值往往比食物本身嘅味道更重要。而譚仔呢類連鎖店太過注重標準作業程序，每一樣嘢都計到盡，反而失去咗呢種大方嘅感覺。當一個客要求加多2粒蜜丸都要加6-7蚊嘅時候，佢心入面嗰種計較就會產生。雖然從商業角度睇，呢啲都係成本，但係從客戶體驗角度睇，呢啲就係負擔。所以點解網民會喊？唔係因為碗麵真係好食到喊，
而係因為佢哋終於感受到一種內圍咗嘅豪爽。喺香港呢個斤斤計較嘅社會，呢種豪爽真係好難得。希望呢啲過江龍可以喺香港站穩住腳，亦都希望本地品牌可以學下人哋嘅長處，唔好只係識得怨天尤人或者一味加價。總括嚟講，譚仔嘅危機其實係成個香港零售及餐飲業嘅一個縮影。高地價政策、人口結構改變、消費習慣不移，加上全球經濟不景氣，全部都堆埋一齊。如果要生存，就一定要有壯士斷臂嘅勇氣，重新定位，重新出發。唔係話你做咗20-30年就一定有客。2026年嘅消費者係全宇宙最挑剔嘅一群，大家都要加油，無論係老闆定係打工仔。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，唯有不斷學習，不斷進步，先至唔會被淘汰。下次去旺角食嘢，如果見到長龍，不妨去排下，感受下嗰種平靚正嘅威力，你就會明白點解譚仔會感到壓力。最後，希望大家每日都有好嘢食，每日都開開心心。生活雖然辛苦，但係有一碗熱騰騰、又平又靚嘅麵喺面前，一切都好似變得值得返。我哋下次再傾，祝大家餐餐飽飽，荷包滿滿。